加拿大中市长卢秀燕伫昨昏宣布，伊要去澳洲访问，伫半暝已经出发。这是伊今年第2次出国访问。伊表示会去做城市外交、考察建设、拓展经济贸易，要和中央和地方做伙来拍拼，共同甲美国关税危机变转机。 那在短短5天在澳洲的时间，那我们的行程非常的紧凑。那此行呢，包括我们要加强城市外交。那另外呢，台湾现在有关税问题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能够拓展我们的经贸布局。卢秀燕讲，这边去澳洲访问，城市外交的行程排甲正满，除了伫当地举行大顿米展，也会考察美术馆甲能源转型等行程，也会选位侨胞，加强对非美国以外城市的电梯，地方中央分层合击，做伙化解美国关税危机。 这次美国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区域，应该就是中部这个区块。那但是呢，危机就是我们的转机。那也因此呢，我们希望除了城市外交之外呢，借着城市外交，我们也可以加强对于非美国以外的市场加强联系跟加强了解。那此行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目的性。卢秀燕这边出访正保密，昨早记者宣布要出访，暗时就出发，伫同机场。 对媒体问讲，是毋是要参选国民党主席，伊无回应。按算10月返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